管理處，請問你是住客還是探訪者？我係探訪嚟㗎。歡迎你。請問你到訪嘅目的是什麼？你要到訪哪一個單位？另外，請你留下你的名字及聯絡方法，方便我們登記。我嚟送外賣嘅，上去3B 啫。明白。請問可以留下你的名字及聯絡電話嗎？我們需要做個簡單登記，謝謝你配合。我叫小楊，電話係91234535。多謝你，小楊。你嘅聯絡電話已經登記咗。請稍等片刻，我會通知3B 單位有外賣送到。很高興為你服務。你好，這裡是德祥大廈管理處。請問你是住客還是探訪者？我係租客嚟嘅啫。明白。請問你係邊一個單位嘅租客？另外，今日有咩可以幫到你？我係3B 嘅。今日咧起身咧，發覺天花板有啲水漬，跟住晏晝又越嚟越多水啦。咁啊，可唔可以叫人哋管理處睇睇啊？多謝你通知我哋。3B 單位天花有漏水情況，我會即時幫你向管理公司登記。請問你咩時間方便等管理公司聯絡你，或者上嚟睇一睇情況？很高興為你服務。我好忙啊，如果返工，咁我咧就夜晚黑10點半先返嚟嘅啫。咁你可唔可以叫10點半打嚟俾我？跟住聽朝早就派人嚟單位睇睇啦。明白，多謝你提供資料，我會安排管理公司今晚10點半致電你，然後明天早上派人上門檢查漏水情況。請問可否提供你的聯絡電話，方便管理公司聯絡你？很高興為你服務。我電話係97775638。多謝你提供電話號碼97775638，我已經記錄咗你嘅要求，會安排管理公司今晚10點半致電你，並於明早派人上門檢查3B 單位嘅漏水情況。很高興為你服務。